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阿域，今日為大家帶嚟嘅好書叫做《股票買賣準則》The Art of Execution。開始之前，簡單兩句介紹下呢個頻道啊。投機先要溫功課，呢個頻道主要講述嘅係專業交易知識。如果你都有興趣以交易為生，歡迎訂閱呢個頻道。我哋每個星期都會有 YouTube 直播，一齊喺市場上面發掘機會。好啦，事不宜遲，我哋正式開始。作者 Lee Freeman 多年嚟喺市場上面嘅觀察，佢將投資人分為5類。90%嘅投資人都屬於第一類，而剩低1成嘅投資人呢，可以將佢哋再拆分為4類。只有呢4類嘅投資人先能夠成為市場贏家。大家不妨一邊聽一邊諗下，根據呢5類型人嘅特徵，自己當下屬於邊一類呢？要記住嘅係，你永遠都有重新選擇嘅權利，成為市場嘅贏家。簡單介紹下作者先，佢係一個好出名嘅基金經理，巔峰時候管理資產規模超過10億美元。佢公司旗下有45個基金經理，自己亦都獲獎無數。2012年嘅時候，被 Citywire 1000評為全球頂尖經理人之一。2006至2013年7年嘅時間期間，公司旗下45個基金經理總共做咗30,874筆交易。作者研究咗當中最賺錢嘅1866筆交易啊，然後發現咗一個驚人嘅真相，就係原來世界級頂尖嘅基金經理，佢哋嘅勝率平均只係得49%。換句話說，佢哋有超過一半嘅時間做嘅投資決定都係錯㗎。聽到呢度，可能你會即刻生起莫名嘅優越感，覺得自己其實要贏基金經理都唔難。嗱，唔好咁快下判斷住先，冇錯㗎。要喺勝率上面贏基金經理的確唔難，問題就在於90%嘅普通人呢，其實最後都係輸錢嘅喎。但反而呢一班勝率只有49%嘅基金經理，佢可以年年喺市場上面贏大錢。點解會出現呢個咁反直覺嘅結果嘅呢？作者喺書入邊咧提供咗一個極具意義嘅答案，分別就在於喺贏錢同輸錢嘅時候，呢一班基金經理做嘅行為同普通人有好大嘅唔同。如果我哋按住喺贏錢同輸錢時候會做嘅行為去做分類，能夠將呢個世界所有嘅投資人咧分為5類。我哋淨係需要望一望自己而家嘅行為，就會知自己屬於邊一類。要改變亦都好簡單，放低既往嘅行為，然後學習另一類型投資人嘅行為，咁我哋就能夠喺交易路上揾到一條正確嘅道路，一步一步邁向成功。我哋先睇下虧損嘅時候啊，唔同嘅投資人佢哋會做啲咩行為呢？作者發現有3類型嘅投資人㗎。第一類，作者會稱佢哋為兔仔。兔仔喺輸錢嘅時候，佢哋會選擇咩都唔做，佢哋唔會止蝕，會堅持揸住一啲輸緊錢嘅股份。聽到呢度，可能你都會發現啊，90%身邊嘅朋友其實佢哋都係兔仔。咁講完兔仔嘅行為，我想描述多佢哋少少。兔仔喺股價下跌嘅時候，佢哋淨係會專注有利自己嘅證據，對壞消息視而不見。佢哋唔願意面對失敗，會為自己投資嘅虧損作出辯解。贏嘅時候會歸功自己，而輸嘅時候會怪責他人。只有喺虧損擴大到心理冇辦法承受嘅時候，先會被逼忍痛割肉離場。但往往喺呢個時候，手上嘅本金就得返雞碎咁多，想嘗試用雞碎咁多去挽回龐大嘅虧損數字，現實當中接近不可能。如果你係呢一類型人嘅話我意思係，如果你朋友係呢一類型人嘅話作者俾咗11個方法你。有興趣嘅話你不妨俾個 like 呢條片，然後你就會發現下方資訊欄突然有一條連結，有晒呢11個方法俾你分享俾你嘅朋友。第2類型嘅投資人就會叫做刺客。喺大幅虧損嘅時候刺客就唔會好似兔仔咁咩都唔做，而係佢哋會主動地去止蝕。一般嚟講啦，如果個價格大幅下跌20%，甚至乎去到33% 嘅之間刺客就會毫不猶豫地嚴格執行止蝕㗎啦。咁點解係20至33% 呢？其實呢個係一個約數嚟嘅啫。唔同刺客佢哋都會有自己固定嘅比例。咁但係通常都會發現極限嘅止蝕金額就係33%。原因好簡單，如果隻股份佢跌咗33% 以上嘅話要喺下一筆交易用剩低嘅本金去追翻上一筆交易虧損嘅部分其實好難。舉個例啊，如果個股價跌咗50%，你要用剩低嘅本金去追翻上一筆交易嘅虧損下一筆交易就要交出100% 嘅回報，而100% 嘅回報其實喺現實當中係唔常見㗎。
咁咧有時候咧，其實股價就唔係話大幅虧損噶嘛。有時候咧買咗佢之後咧，幾季個價格都唔係好喐，甚至乎咧呈現輕微嘅虧損狀態。此下咧亦都會咧定期去處理咧呢一啲咧半死不活嘅虧損倉位嘅。原因好簡單，因為資金流轉率就決定咗個回報率。有啲似超市，如果你買啲貨翻嚟冇人買，佢哋係唔會有佢擺噶，反而咧就會做減價促銷，務求令到資金盡快回籠，攞翻啲錢，捕捉一次咧下次更好嘅機會。好啦，第三類型嘅投資人咧就叫做獵人。獵人佢買一隻股份，如果下跌嘅話，佢哋唔會即刻止蝕噶，反而咧佢哋會倍數加注。就咁聽落去嘅話咧，你會覺得啲獵人咧其實同賭徒冇乜分別嘅喎，但其實有唔同噶。賭徒咧就係輸咗錢嘅時候咧先諗不如倍數加注啊，但獵人唔係噶，佢哋入場之前咧已經諗咗其實有機會輸錢嘅喎，到輸錢嘅時候咧已經咧提早留低咗幾注嘅注碼去加注。呢個做法有啲似月供股票，當個價格下跌嘅時候，並唔係諗住離場，而係反而咧繼續喺市場上面買入。咁不過咧，獵人咧就唔係話個股價跌幾個 percent 咧就即刻倍數加注嘅，通常咧都係個股價大跌咗20%至到去30% 嘅時候咧，先會諗倍數加注。佢哋呢一個行為咧，可以話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如果揀中嗰隻股份最後真係升得翻，咁呢個越跌越溝嘅做法，的確咧係能夠令獵人咧得到最終嘅勝利。咁但係如果揀中隻股份最後大幅下跌，咁其實咧佢哋只不過係一隻兔仔，所以咧獵人咧通常咧只會喺極為有信心、勝率極大嘅機會裏邊咧，先會做出呢一個咧下跌嘅時候倍數加注嘅行為。書裏邊亦都提及一個例子，股神巴菲特喺1974年嘅時候咧，曾經動用咗42% 嘅資金咧去買入美國運通呢一隻股份。原因好簡單，就係佢認為當時咧嘅勝率係極高。最終時間亦都證明咗佢係啱噶。咁咩叫重注咧？喺作者間公司嘅基金經理裏面發現咧，好多時候咧呢一啲咁少有勝率咁高嘅機會咧，都會下注咧超過20% 嘅，甚至乎有啲基金經理咧會下注去到50% 添。好啦，咁我哋咧啱啱咧就講咗咧虧損嘅時候三類型嘅投資人佢哋會做啲咩嘅行為。但唔知你係邊一類咧？不妨喺下面留言區話俾我聽，然後咧我哋就睇下啦。咁賺錢嘅時候咧，又有啲咩嘅行為投資人係會做嘅咧？可以將佢哋分為兩類嘅主要。第一類咧就會叫做咧打劫者。簡單啲嚟講，佢哋係小偷就唔係大盜，佢哋淨係會賺能力範圍內嘅錢。哪怕見到咧前方咧有個好大嘅寶藏，股價可能最後升1倍，但係咧佢哋就唔會嘗試攞1倍㗎。佢哋淨係會捕捉自己能力範圍內嘅20%。就咁聽落去，你會覺得打劫者好蠢喎。但事實係咧，其實好多基金經理佢哋都係打劫者。例如係一啲賺取買賣差價嘅策略、收復均值回歸嘅策略、支持毀博反彈嘅策略。總之啦，嗰個策略咧一到目標價就會止賺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歸類佢哋係打劫者。嗱，不過咧打劫者咧同兔仔係有唔同噶。雖然結果論咧，打劫者同兔仔每一次咧都係贏少少就走咗，咁但係咧兔仔咧就係佢可能入場之前會預期個價格升20%，咁不過喺持倉期間贏咗5%就驚住個利潤會俾翻個市場，咁佢哋就會通常咧喺提早就會咧俾到20%咧就提早離場嘅。咁究竟自己係兔仔定打劫者咧？好視乎嘅咧就係究竟你贏錢嘅時候，你係會按住計劃價格去到目標價先止賺啦，定係因為心理因素會提早離場呢？好啦，去到最後一類型嘅投資人，作者叫佢哋做鑑賞家。鑑賞家咧，佢哋咧當佢哋贏錢嘅時候咧，就會揸實呢一啲贏家，可能咧有時揸3年、5年、10年不等噶。咁不過咧，大家都知道，其實90%嘅公司最後都係結業收場，即係話佢哋嘅股價有機會跌至去0。咁所以咧，鑑賞家咧，喺佢哋選擇買入一隻股份之前咧，其實咧就會諗啦，呢隻股份唔係升咁簡單喎，佢哋會唔會生存嘅時間比較長，而且佢有機會係大賺咧？講緊係1倍、5倍、10倍嘅可能性，呢個咧就係鑑賞家咧常見會做嘅情況啦。好啦，講到呢度咧就已經講完本書噶啦。個結論咧就係我哋可以咧喺呢4類型嘅投資人裏面去做選擇。咁不過咧，書裏邊咧就冇去講邊種 combination 咧係最好嘅喎，因為虧損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選擇成為刺客或者獵人。
而贏錢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選擇成為打劫者或者係鑑賞家。咁究竟邊一種 combination 係最好咧？我嘅答案咧就係冇最好嘅，不過我可以俾一啲現實嘅例子俾你去睇下自己咧邊一種嘅交易風格先屬於自己最啱嘅一個風格。嗱，舉個例啊，如果虧損嘅時候咧會即刻止蝕，好似一個刺客咁，但贏錢嘅時候同樣地淨係贏自己想要嘅部分嘅話咧，我會認為 Jim Simon 咧佢係其中呢一個 combination 嘅表表者嚟嘅。嗱，大家如果唔熟悉佢嘅話咧，其實佢好出名㗎。佢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其實咧佢係當時世界上第44有錢嘅人，而佢嘅錢咧就係來自投資嘅收入。佢創辦間公司叫做文藝復興科技公司，主要咧嘅交易方法咧就係去用一啲數學嘅模型啦，去賺取一個咧每一筆交易好細好細輕微嘅一個優勢。咁不過咧呢個優勢咧係能夠咧喺唔同嘅市場重複去做，每一日咧可能可以重複100次、1000次，甚至乎10000次以上。咁所以令到咧佢最終嘅回報咧係非常之驚人。佢喺公司咧旗下咧有一個基金咧，就係咧淨係而家貨自一間公司嘅員工嘅啫。自1988年到而家咧，年化嘅回報係66%。咁亦都證明咗咧，其實呢一種嘅交易風格咧，回報可能咧係比好多一啲咧傳統嘅基金都係為高嘅。好啦，我哋再睇下另一個可能性啊，就係獵人贏錢嘅時候咧，就會好似打劫者咁樣贏少少咧就走噶啦，但輸錢嘅時候咧反而有機會倍數加注。嗱，呢一個 combination 咧，其實我喺現實當中就揾到唔多好嘅例子嘅。有啲策略可能叫做網格交易啦，如果你炒外匯嘅話咧，可能都會有聽過。有一啲咧就叫做馬丁格爾嘅策略。但咧，如果你對呢兩個策略咧有多少少嘅研究，就會發現好多時候咧就係都係爆倉收場。咁最現實嘅例子咧，就係 LTCM 呢間公司。LTCM 呢間公司咧，就喺1994年嘅時候創立啦。當時咧，佢哋咧係星光熠熠㗎，有一啲咧經濟學家啦，亦都有啲咧諾貝爾經濟學獎贏咗嘅人，甚至乎咧連當年咧期權定價模型 Azure 咧都係喺裏邊嘅噃。頭1、2、3、4年咧，咁呢間公司咧都賺咗一個非常之驚人嘅回報。而間公司做嘅方法咧好簡單，就係咧賺取一啲咧套利嘅機會。例如一個蘋果喺 A 市場賣緊3.1蚊，而喺 B 市場咧同一個蘋果可能只不過係對面街個攤檔就賣緊3蚊。咁佢呢間公司會做咩咧？就會買入3蚊呢個蘋果，然後喺3.1嗰邊咧就沽出去賺一個差價。雖然咧呢啲策略咧嗰個勝率係非常之高啊，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每一次咧只可以贏少少嘅啫。佢哋嘅做法就係用咗50倍嘅槓桿。點解佢哋用50倍槓桿可以能夠做到咧？原因就係當時嘅世界都覺得咧呢一班咧星光熠熠嘅基金經理咧，其實咧贏面好大，所以咧願意用一個極低嘅利息，接近0% 嘅利率咧借俾佢哋，導致咧佢哋可以將呢啲賺咁微小嘅機會咧去擴大個規模。但好可惜嘅就係咧，成也槓桿，敗也槓桿，最終咧佢哋咧就因為咧輸錢嘅時候咧冇按住自身嘅止蝕，甚至乎係可能個市場根本容納唔到佢哋咁大規模嘅止蝕咧，最終就輸晒成個資產啦。好，第三個可能性啦，就係如果輸錢嘅時候即刻做止蝕，但贏錢嘅時候咧就坐實嗰啲股票嘅話咧，有邊一個歷史嘅人物係可以作為一個表表者嘅咧？我會認為係 William O'Neill。William O'Neill 咧係 Cup and Handle Pattern 咧技術分析當中咧嘅原創人嚟噶。咁但係咧佢又唔係淨係用技術面，淨係用形態做分析嘅喎。佢會認為形態係一個結果，佢會先睇咗公司嘅基本面，發現咗一個咧叫做 CAN-SLIM 嘅 model。呢個 CAN-SLIM 嘅 model 咧，每一個字母都係代表住一個公司嘅一個基本面。總共有7個層面，如果7個層面間公司都符合嘅話咧，咁 William O'Neill 就會望一望間公司係咪出現一個 cup and handle 嘅 pattern， 會嘅話咧就會喺呢啲股份裏邊咧去考慮買入。而通常嚟講咧，贏錢嘅時候咧，佢都會咧穩穩地咧持有呢隻股份，好多時候咧都係以倍數嘅回報出現。好啦，去到最後一個啦，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就係股神巴菲特。當虧損嘅時候咧，巴菲特咧會好似咧獵人咁樣加倍去下注，但係贏錢嘅時候咧，佢就會穩穩地揸住一啲股份。點解我咁講咧？其實歷史上咧，佢做咗好多次呢一啲嘅做法。近期啲嘅有2023年嘅時候，巴菲特咧喺蘋果不斷價格向下跌嘅時候咧，佢不斷去買入，買到咧
佢攞咗間公司咧超過40% 嘅資產咧喺蘋果身上。1989年亦都試過超過9.3% 嘅資產咧買咗入可口可樂呢間公司，而亦都有1974年嘅時候，亦都係書中嘅例子咧，曾經喺美國運通咧價格大幅下跌嘅時候，越跌越買，最終咧攞咗間公司咧基金超過40% 嘅資產咧買咗入美國運通。雖然最後咧都係證明咗佢係啱嘅，咁啊不過咧呢一種持倉嘅手法咧就未必係個個適合。好啦，俾晒咁多個例子之後咧，最後咧就嚟一個總結。作者認為咧，學歷智商咧其實都唔係決定你投資回報嘅重點，重點係在於你有咁多學歷、咁多智商、咁多知識，最終其實你都只係做緊兩個行為，就係贏錢嘅時候你會做嘅嘢，同埋輸錢嘅時候做嘅嘢。希望睇完呢段片之後咧，能夠幫助你揾到你自己嘅交易風格。咁啊，不妨喺下方留言話俾我聽，你下次想聽啲咩書？咁我哋下段片再見。